我的伤势已好，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去南疆？急什么？再给我2日。你每日在这里摆弄这些无聊玩意儿，究竟要拖到什么时候？你若不想去，直接说好了，我自己去。急什么呀？啊，静儿已经脱险，小维也平安到了南疆，有大哥照顾着，就算你去了，也是多余的。怎么？看他们谈情说爱，你跟木头似的站在旁边，不显碍眼呢？你装什么糊涂啊？公主和王大哥之间还有个小维，那个小维看似柔弱，实则来历不明，心思复杂。而公主单纯直率，不懂防范，怎么是小维的对手？难保不会吃亏。就说你这人心术不正，总把别人往坏里想，啊！我看你就是嫉妒小维的美貌，看她一眼。不过你放心，以静儿的脾气啊，不欺负人家小维就不错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就知道你不是真的担心公主，一个大男人，整天就知道摆弄这些阴柔玩意儿。好，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莫世伟，哎呀，你看，莫世伟，没事吧？你看你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，还去照顾公主。南疆路途遥远，一路奔波，到时你伤势加重了，不还是要我这个侯爷来照顾你啊？哎，来，先到那儿坐一坐。哎呀，来，你先休息一段时间，等伤养好了，咱们再去也不迟。我最近啊，在调制一些避胀气的嗅香。上次去了南疆，就觉得有些不适应，这次我想多调制一些。我估计大哥会驻守边疆，静儿也会在南疆常住。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算了算了，本侯爷不会计较这些。本侯爷给你闻一闻我的绝密配方。来来，闻一下，可香了。是什么东西？阿莫，喂，阿莫，阿莫！哎呀，糟了，来帮忙！是，喂，阿莫！莫世伟，哎呀，喂，莫世伟，阿莫！大夫，他怎么样了？这位姑娘新伤旧患一同发作，现在身体很弱，要多加照顾才行。大夫，我只是给她侯爷，你那嗅香虽然无毒，却令姑娘内伤发作，让她的病情雪上加霜啊！大夫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她平日里可比男人还壮呢。姑娘的伤还是小事，过些时候便可恢复。只是她多年以来心脉积郁，肯定是劳神费心，这使她的内伤难以痊愈。如果再不好好调养，病情只会愈演愈烈，非长命之相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大夫，你一定要治好她啊！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，尽管用最好的药，只要把她给治好，知道吗？好，告辞。还以为你冷冰冰没心没肺，每日想些什么呢？想得劳神费心的。
赶紧给我好起来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养好伤，我就不再耍你了。我带你去南疆找静儿。三妹，我给你买了些东西，过来看看。过来看看，看喜不喜欢？三妹，大哥一会儿就要去军营训练了。如果你不理我，你让大哥怎么安心去呢？大哥，买了什么？你自己看看，自己挑。来，看看，喜欢哪个？大哥，别破费了，没用的。怎么会呢？来，我们试试这个。遮不住的，我早就说过遮不住的。大哥，你别看了，静儿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。静儿不想大哥看，那我闭着眼睛，我不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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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疼不疼？大哥。静儿别哭，静儿，不哭，不哭了啊！大哥对不起你，大哥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治好的，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大哥。姐姐，好了，不哭了。腰点，爹好像是讲过，可是到底在哪儿啊？阿莲姑娘，啊，郑大哥，在看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我也没在看什么，我就是想找找看，有没有帮助公主去除妖咒的办法。怎么样？可有头绪吗？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哎，郑大哥，你今天不是训练新兵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你是要找公主吗？哦不，其实我是来找你的，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请教一下。说请教就太见外了吧？只要我能办到，你尽量提就好了。阿莲姑娘，你是除妖师，懂得法术，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法术可以让花瞬间绽放呢？有倒是有，不过催花之术会加速花的成熟，但也会缩短花期。一旦花开过之后，就要等到下一年万物更新之时才能再开了。哎，好端端的，你学这些法术干嘛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娘特别喜欢鲜花，我是想学了以后可以让我娘开心一点。
郑大哥，你可真孝顺，我这就教你吧，你看好了啊。赤莲花不空，显现成吉祥。赤莲花不空，显现成吉祥。姐姐，你刚才干嘛拉着我不让我冲进去？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李靖他现在正是脆弱无助的时候，王大哥是他的义兄，进去安慰他一下，你冲进去干什么？姐姐，论修为，你可是比我高上好几百年，怎么还这么糊涂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对李靖心软？你天天照顾他，陪着他，还给他做好吃的。他要是领你情，知恩图报，那我就不多嘴了。可你也看见了，他就是忘恩负义，趁你不在就勾引王英，你怎么还能这样忍气吞声啊？我不是忍气吞声，是放长线钓鱼。钓鱼？我可没看见有什么鱼，我只看见你心爱的男人都快被李靖调走了。刚才要不是你拉住我，我就冲进去来个棒打鸳鸯。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。现在李靖中了妖咒，如果我跟他争的话，只会显得我无理取闹。难道就看着他们两个郎情妾意，你侬我侬吗？要不我干脆杀了李靖，看他怎么勾引王大哥。这件事情急不得，如果他不出李府，我是很难动手的。到时候让别人怀疑到我，反而会更加麻烦。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让王大哥离开我的。我要先对李靖好一点，等日后王大哥和旁人才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来。可是再过几日就是月圆了，你不是说浮生回寒冰地狱了吗？那他之前给你的灵力还能挺过这次吗？这个。金夫人，你说什么？所谓同源一心，必须是他自愿把心给我。是。之前我并没有理解到其中的奥妙，此次再看噬天诀，我才知道，不能强求。如果强求，那就是恐惧之心、死亡之心。心无气便难聚神。就算你得到此心，也毫无用处。只有他心甘情愿地把心给你，你才能在血月日时之刻、昼夜不分之时，化劫重生，转生为人。转生为人？你的意思是，我能变成人，真正的人？是，变成人。可是夫人，哪会有人这么傻？自愿把心掏出来，还要送给妖的。这是我在噬天诀上所看到的实情，转告给你们。你们一定要尽快的想办法。谢谢夫人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夫人，我还有一事相问。你说。李靖的额头上之前中了妖咒，如今容颜尽毁，不知夫人是否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除妖咒，或是有没有什么恢复容颜的办法？妖魂飞破散前所留下的诅咒，比妖本身还可怕。一旦入体，便会侵蚀原有血脉，难以除去。我修炼多年，还未曾听过有真正解决之法。怎么？你想帮他吗？姐姐，你现在灵力不足，已经自身难保，你千万不要再犯傻救李靖。你别担心，或许我已经找到办法，让那个李靖自愿把心交给我。你自己要小心。彩雀，我看到你跟那个除妖师庞郎在一起，我很担心。我怕你平时鲁莽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这个拿去，可以掩盖你身上的妖性。还是夫人对我最好了，不像姐姐，老想着王英，还不让我跟庞郎一起玩。彩雀，你来人间不久，不知道人间的冷暖。爱一个人是很辛苦的，小维也是为了你好。爱？你们整天说来说去的，到底什么是爱啊？怎样才知道自己是爱上了？
爱的感觉就是痛。痛。平时多流汗，战时就少流血。我们准备，上！王校尉，早就听闻王校尉武艺超群，今日不如借这个机会给将士们示范一下。兄弟们说好不好啊？好。那好吧，那如果射偏了，各位兄弟千万不要笑话。不会。刚刚是定靶，战场杀敌时，敌人大多是活人，动来动去的。我们要看移动靶。这位兄弟说的有几分道理，可以换一种试试。哎，王校尉，你就不用试了，你的武功高强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对呀。不过郑副尉，我听说是刚刚从军不久，一进来便当了副尉，想必是骑射非凡呐，是不是？那就请郑副尉也给各位示范一下。好，好。你为何会潜入到军营之中？我当然是来照顾二王子您了。说，你有何目的？二王子别紧张嘛，我是奉了司徒长老之命，来辅佐你，帮你在军中立威的。我不需要。哎，二王子这么快拒绝我，难道不想在军中立下赫赫战功？立不立战功，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插手。二王子此言差矣。你一个人在军中，孤掌难鸣，没有半个心腹怎么能行呢？有万奴在军中帮你上下通气，早日建立威信，也好早日救出你娘啊！再说了，您身份尊贵，难道一直想委屈在王英手下，甘心为副吗？王大哥是正直忠义之人，而且待我不薄。你用不着在这儿挑拨离间。哎，知人知面，不知心。他王英今日需要在军中立威，与你兄弟相称，他日建功立业，你还真指望他给你个一官半职吗？再说了，盼着他王英出人头地，要等到何时啊？何时才能救你娘脱离苦海呀？你有了权势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，号令天下。你可以保护你母亲，你还可以得到你喜欢的靖公主。二王子，自古美人爱英雄，你若强不过王英，如何让靖公主对你刮目相看？
郑兄，找我有事吗？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就是想过来看看你。没打扰你吧？没有，多谢郑兄关心。哦，这是送给你的。啊，我听萧小侯爷说，你特别喜欢这个。只要你一见到这个福娃娃，你就会笑，看，多可爱。对不起，我还是笑不出来。都是福娃娃不好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。没关系，我还有样更好的东西给你看。你可要睁大眼看好了。赤莲花不空，显现成吉祥；赤莲花不空，显现成吉祥。好美啊！谢谢。静儿，能博得你一笑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郑兄，谢谢你，你为静儿所做的一切，静儿都心存感激。不过，静儿已经心有所属，让郑兄错爱了。对不起，我先回房了，还请郑兄见谅。郑大哥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怎么看着闷闷不乐的？哦，没有，可能是训练累了吧。哦，哎，累了，那我给你按按吧，我手艺很好的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不用麻烦阿莲姑娘。你都辛苦一天了，就别再推辞了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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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真不用。来。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坐。哎。郑大哥，你训练这么累，是不是新兵很多呀？多倒是不多，但是训练任务繁重，我这刚来，可能还不太适应吧。那你们军中还招人吗？没听说要招新兵啊。怎么了？难道你要效仿木兰从军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可不想从什么军。我只是想求郑大哥一件事。你看啊，庞郎为了找解除妖咒的办法，还走不了。我想一时半会儿也离不开小镇，还不如在军中给他找一个事情做做。这个事情，你怎么不去问问王大哥？他跟小维姐妹要好，我才不去找他呢。我看你是不想庞兄弟跟彩雀在一起吧？原来你喜欢庞兄弟。没有，郑大哥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我们真的是姐弟情谊，我只是担心我师弟别被妖迷了心窍，不务正业，都忘了除妖师的本分了。你是半人半妖。阿莲姑娘，妖化成人形与人无异，你们怎么分辨妖呢？这个很简单啊，妖虽冒了人形，但是他们最会用美色和皮相蛊惑人心。凡是被他们外表所吸引的，其实是中了妖法的蛊惑。那怎么才能分辨是中了妖术呢？就是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。原来是这样。啊，我军中还有事情，我得先走了。庞兄弟的事情，我会尽力想办法的。啊，谢谢郑大哥。
不知如今你怎么样了？孩儿不孝，不能在身边保护你。我祈求上苍保佑我娘能够平安的挨到我回去救她。只要我娘平安无事，正姬愿意折寿10年。算了，我求老天又有什么用呢？我日日祈祷，只求我娘平安无事，结果还是落到这般下场。我娘平时与人为善，从未伤害过任何人，你却让她一个人承受这样的痛苦。神明无眼，苍天不公。我求你，不如靠我自己。娘，孩儿一定会回来救你的。若为此事，愿受挖心之痛，挫骨扬灰。多谢长老。我见过继儿了。继儿在哪儿？她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她很好。她比之前更强壮，更加聪明。你去见她了？你想做什么？继儿天纵英才，早晚会有大出息的。为了她的前途，还有你们母子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我不要她成什么大事，我只希望她能平平安安，一辈子做我的好儿子。你别想去害她。我为什么要害她？我也不会害你的。长老，请自重。自重？给谁自重？万古王还是那个王后？长老，请回吧。万一让别人见到，对长老不利。你还是这般善良的菩萨心肠，只可惜，有的人不会这样怜惜你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有我的帮助，吉儿早晚会成就大事情的。你就在这儿待些时吧。
土族神明在上，一定保佑王儿尽早醒过来。绝对不能让正吉母子的阴谋得逞，保佑他们下地狱。参见大王子妃。长老来的正好，我想要去找大王子，不如一道如何？哎呀，这可是……我知道王后下令不许任何人进大王子寝宫，可我是他的妃子，理应在一旁伺候。自从成亲以后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大王子了，这让族里人怎么想啊？啊，大王子妃。你虽是大王子在庆丰典上选中的妃子，可是王子似乎他已经喜欢上了别的女人，想要休妻，所以才会躲在寝宫之中避而不见。什么休妻？那怎么可以？我是他当众选的妃子，有族人作证，他不可以休我。我要去找王后说理。哎，大王子妃，请留步，此事万万冲动不得。难道我要坐以待毙，等着大王子把我休掉吗？你试想啊，王后下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大王子的寝宫，想必王后必定知道此事。王后向来疼爱大王子，所以才会纵容大王子下此命令。您若去了，非但没有半点好处，反而会被他们抓住把柄。到时候说你蛮横无理，无妃子的体统。你说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休了你。还是长老说的有理，是我鲁莽了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恳请长老指点迷津，让大王子对我回心转意。大王子妃，你忘了吗？有一个人，他可以帮到你。别着急，慢慢说，怎么了？大王子要休了我，你要替我做主。休了你？怎么会啊？庆丰节选妃，这是族中的规矩，他岂能儿戏随意休掉你啊？不是，族里面都已经传开了，说大王子他另有新欢。这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这几日也不见他露个面，都在做些什么？儿媳已经很久没见大王子了，大王子怕是早就不想见我，终日躲在房中。王后还下令说……王后她说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王后说，任何人都不许进大王子寝宫。现在谣言四起，说族中香火难续。这说我倒无所谓，可事关族中声誉，还请大王赶快处理。胡闹！他这是诚心要把我气死啊！族中的事务置之不理，现在又惹出这些事端来，他这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万福王啊？哼！王儿，你能听到娘的声音吗？王儿，您不能进去啊，请容小的通报一声。是谁在外面搅闹？给我轰出去！是文王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王儿呢？王儿，这怎么回事？王儿身患重病，昏迷不醒。不过，
不过司徒长老说，只要能找到金黄心窍，就可以救王儿了。什么金黄心窍啊？你难道闻不到吗？这尸体都已经臭了，你居然说他还活着？哼！你难道不知这尸体在宫中会带来混元之气吗？什么？难怪呀！本王最近身体不适，这都是你们母子有意而为之的。大王，王儿没有死，王儿他没有死。大王，王儿他没死，你看，王儿他好端端的躺着呢，他还活着。大王，大王，相信我，王儿没有死，真的。大王，大王，我求你相信我，大王，王儿他真的没有死，你可以去问司徒长老，王儿他还活着。你别再蒙骗本王了。看在父子一场，既然王儿已死，本王也就不追究王儿以往的过失了。你赶紧派人把王儿入殓安葬。倘若明日尸身还停在这宫中，可别怪本王连夫妻的情分都不顾了。哼！想动我王儿，你不仁，就别怪我无义。王后，我听属下说，大王刚才来过了。哎呀，这大王都知道了，该如何是好啊？我也不要她这个丈夫。我的心肝宝贝儿，本王可就靠你了，你可得给本王多生几个小王子哦。大王，这也得看您的呀。是吗？来吧。你来干什么？万古王昏庸无道，今应族人之意，废除其王位，赐死，另立大王子为王。笑话！我才是万古族的大王，你竟敢废除我？你想造反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来人，救驾！来人，救驾！王儿，别怕，只要有娘在，王位会永远给你留着。姐姐，你有没有想到用什么办法能让李靖心甘情愿地把心给你？还没有，还要再等等。还等？再等可就月圆了。我知道，可是让李靖无怨无恨地把心给我，需要有万全之策，也需要时机。每次都要时机，我真的搞不懂，究竟什么时候才是时机？你要再这么等下去，恐怕还不到月圆，你的灵力就难以维持了。到时候若是现出原形，又没有浮生帮你，那你该怎么办？我知道你心急，但此事并不是冲动能解决的问题，你先别催我。这样，你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吧。知道了。
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？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侵袭。它占据我的眼睛，你却长在我心里。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？却只怕